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做客我们名家名段的这位嘉宾，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漂亮女子，她就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著名青年演员张雨枫。你好，雨枫。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啊，节目一开始，首先就是要恭喜雨枫。为什么？因为短短的1年时间内，她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首先是第2届粤女争锋当中龙凤配的金奖榜首，其次她的个人专场演出也是首次个人专场演出，马上就要和观众朋友见面了。我们先让她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好不好，雨枫？好的，那么我将会在这个5月26号晚上7点1刻，在天蟾艺圃舞台举办我的个人专场。到时候呢，请大家能够到剧场来捧捧我的场，给我多提意见。谢谢。5月26号啊，上海艺圃舞台，这个时间地点得记住了哈。我们都知道雨枫年纪不大，她是80后的演员哈，但是她的得奖却很早，早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要得奖的话，应该是在10年前吧。01年，对，近10年。对，上海就是越剧新秀奖比赛。完了之后呢，就是排了第1出大戏《盘夫索夫》。那么这出戏也是当时，也是有20多年没有演了。那然后呢，跟婷婷，然后采凤老师跟我的老师，还有很多老师帮我们一起把这样一个很光荣的任务给完成了。盘夫索夫这个戏啊，也可以说雨枫是在这个戏当中开始崭露头角的。对，后来呢，当时其实我在戏校的时候就也排过珍珠塔，后来呢，03年又举办了那个小蝶杯，越剧新秀奖的比赛，然后呢，我就把当中的一折跌雪拿去参赛了。参赛之后也是通过这个戏珍珠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小蝶杯的榜首，金奖榜首。对。
这官的乃是陈家的，我宁可如是自多。刚才那段珍珠塔真的是非常精彩。其实这一段我也看了好几遍，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哎，当中有那么多高难度的动作，有很多的翻啊、扑啊，然后掉毛，还有这个僵尸摔、劈叉。我就在想了，这雨峰学这出戏的时候肯定是没少吃苦。说吃苦呢，我觉得也还好，但是这个汗水还是付出一定的汗水的，就是。其实雨峰唱的这个流派是陆派，它不算是众多这个小生流派当中唱的人特别多的。因为其他的，比如说有徐派、有尹派、有范派，相对来说弟子会比较多一些。为什么那个时候你小年纪就会选择唱陆派呢？在戏校的时候，粤剧院领导呢把我的恩师曹云迪老师请到戏校来执教，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是老师把我带进了这个陆派的艺术大门，让我知道陆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当初我对这个流派因为比较冷门，所以不太了解，就是当我一旦接触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流派怎么那么好听，然后演的角色怎么都是非常冷峻、非常潇洒飘逸的，可以说是一旦爱好我就终身爱好了。所以说这里也是感谢老师，就是把我带进这个艺术大门。每次雨峰说到自己的艺术生涯，他总会提到他的恩师曹云迪老师，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也非常有幸把曹老师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有请曹老师。著名豫剧陆派传人曹云迪曾因主演电影《舞台姐妹》而红遍大江南北。今天他和学生张雨峰之间胜似母女的师生情谊，更成为上海戏剧界的一段佳话。欢迎曹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观众朋友大家好。曹老师每次跟大伙儿说起他的学生张雨峰的时候，总是关爱有加，赞不绝口。我们一直说这个雨峰，你有那么好的一位老师哈，所以曹老师，我也特别想知道，当初啊，您怎么挑中这个学生的？当时我觉得张雨峰呢，他完全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呢，就可以让侬画上最美最好的图，而且我教他的东西呢，他当时吸收了以后，第二天他反馈给我的一点都不走样。那我就觉得这张白纸非常可贵，而且雷声呢也3个比较大的特点。伊呢性格上头像男小人一样的，比较坚强。侬比方讲，政治菜一场滴血，有一只苍了阳伞，空心一只吊毛。这个吊毛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我们上海豫剧院。搿辰光，戏表现也没来了，50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没人犯过。哇，很有当时我非常狠，我呢恐怕那一拐上他。是啊，因为是要万一拐上他以后呢，他这个脊椎啊，中间的脊椎就受伤了。受伤以后就像那个体育运动员那个上篮那样，上半身全部要截瘫。所以我非常担心。我说，这个动作我们戒掉。阿拉换一只动作，换别样动作。他说不，老师，我能练出来。嗨，他呢倔强啊。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班上毯子功是第1名的，武功是第1名的，所以他呢有一股倔强，而且他呢也比较坚持。第二个特点呢，
他学东西学了以后不走样。第三个特点呢，我觉得他的悟性很强。曹老师一直是对学生交口称赞着。其实，雨峰之所以今天可以有这么好的成绩，真的是少不了曹老师这么11年来的悉心培养啊。所以说，一位优秀演员、优秀青年演员，他的健康成长、他的茁壮成长，是和一位好老师真是分不开。我自从教他一直到现在是整整11年，阿拉越剧院历史高头大概不大有。一对一个面对面的打11年。11年。这个呢有个好处，因为学生也了解老师了，老师也了解学生了。这个大家就比较默契了，比较默契。所以呢，我现在倒想呼吁一下那些比较有成就的那些演员，当红当在的那些明星啊，能够抽一段时间，每年抽一段时间，去教学生，能够起到需要达到学生。因为学生的开口呢，阿拉戏曲院不是讲有开口奶的讲法嘛，就第一口奶吃啥个奶，下气要紧。因为头口奶如果吃完它以后，弄到后头掌握好了，基础打坏了以后，他背也背不够。曹老师这点说的特别对，因为现在我们越剧界有很多很好的师资力量，对，就是这样的好的资源千万不能浪费掉，不能浪费。刚才老师在说学生的时候，当中还说到这个雨峰悟性很高。其实悟性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太重要了。我们这次在《粤女争锋》当中看到这个雨峰演的是京剧，对，游龙戏凤是吧？对。我想问你当初为什么会选这么一个反串？因为好多的演员他们都在选一些比较潮流的歌舞演出，相对京剧这样一个老生有点偏、有点冷的。我觉得京剧就什么都很讲究，我们所说就玩意儿很多。我觉得学一段京剧的话，不管是我学的是老生也好，我觉得对以后自己小生方面，我觉得肯定也会起到一定的好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就是觉得，因为那段时间不是正好演过那个电影《梅兰芳》嘛？对，因为章子怡她演的就是这一段戏。对，然后我就小东对，我觉得这个也许那个观众还对这个会有所了解，大家也许看过电影。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比赛的龙凤配这个名字，我觉得和游龙戏凤也比较贴切。对，所以我当时呢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我不知道你学这一段老生的唱腔，那你是怎么学的呀？就是专门的京剧老师来教你吗？起初就是自己买碟片看。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当初我们单位还有演出去北京嘛，然后时间根本就不够，然后我就拿着这个机器在火车上，在宾馆里，大概也就3天时间把这个唱和基本上这个戏的结构把它学会。然后当时呢，我又去请了那个京剧院的老师施雪怀老师，请他来帮我到这个排练厅里面，就是来帮我指点。曹老师，他当初选这么一个段子，你知道吗？不知道。这基本上不太可能，你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的，应该。那个时候他们正在那个峡谷里面，就是有几天的那个关起来了，关起来了呢。搿辰光呢，伊拉自己自家了配对了以后，自家了商量节目。所以所有的节目，比赛的所有节目我侪不晓得。等到伊回来以后，他在车上一面开车一面唱那个京剧，唱给我听了。因为对了，我简直惊诧极了。我说你唱得那么好啊！我根本不了解他还有那方面的才能，我自己也不知道，逼出来的。唱得真的好。这次5月26号在张雨峰的个人专场演出当中啊，他也会有一个京剧移植过来的新戏，在这里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呀？可以。这出戏呢叫打金砖。当天呢就这出戏会作为我的最后一个压轴的戏。我们也非常期待你这个跟往常不一样的亮相，所以呢在这里也要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希望大家可以到剧场去感受一下张雨峰的精彩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张雨峰当初在《粤女争锋》当中反串的这么一个老生形象，来欣赏一下游龙戏凤的片段。
怎么又骂起来了啊？为何你的手把我的手照了一下呀？哦，为君的这几日不曾跑马射箭，指甲长长了，照了大姐几下，也是无益的呀。我女儿家指甲也是长的，怎么就找不着你呢？哦，原来如此。来，为君的一双触手，来，请照几下呀。这也让我照，照啊，这次我就照啊。不照了。为何不照啊？你把手放平些呀。放平些。是此我就照呀，我住的地方与旁人不同，真不同。我住在北京城内，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我啊就住在那里呀。我认得你了。哦，你认得我是哪个？你是我哥哥的什么？大舅子呀！这段演出真是让人过目不忘啊！但是我们发现这其中雨枫的搭档是绍兴小百花的董建宏，他是花旦青衣，对吧？对。所以大家就在想了啊，他们俩合作是那么的好啊，首次合作就拿到了这个榜首。但是我知道这背后啊还有一个小插曲，是不是？是的，因为按照常理来说，我的老搭档应该是我们单位的金派花旦员樊婷婷，对，婷婷，我们应该说是10年的老搭档了。但是在人家一般的这个印象当中，总觉得啊，应该是你们两个作为组合去参赛，对，但是恰恰没有，所以呢，当时呢也引起了外界很多观众的一些不理解，甚至对我的有一些误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应该今天也可以借此机会，跟观众说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樊婷婷，上海越剧院优秀青年金派演员，她和张雨枫不仅是舞台上合作10年的黄金搭档，生活中更是一对让人羡慕的金兰姐妹。然而，在2009年粤女争锋龙凤配的比赛中，张雨枫和樊婷婷却突然提出分手，让人始料未及。我们对于这次总决赛的配对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有6对选手互相选择了对方，他们是
董建宏、张雨峰组合；吴素菲、樊婷婷组合；郭倩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对好姐妹分道扬镳呢？时隔半年，她们还能破镜重圆，重返舞台吗？我们要请出刚才这段 VCR 当中的重要人物，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越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樊婷婷。你好，婷婷。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婷婷啊，我刚才我们也是看了这个 VCR 当中这整个事件哈。其实你们两个很早就认识了，是吗？我们那是01年，01年，对，01进了年单位，进了越剧院，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起搭档，至今应该10年了，也10年的老搭档。去年越女争锋的时候，很多观众都说了，哎，婷婷和雨峰他们俩怎么分开了呀？这怎么回事呢？对，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大峡谷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说每个人就是背对背，然后发给你一个表格填你希望谁跟你搭档。然后呢，当时呢我就写的是董建宏，少白的董建宏。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主要还是我跟婷婷之间没有特别合适的戏去参赛，因为这个赛制当中呢，它有5个环节，什么反串啊、第二流派啊，但是我们俩之间的合作就一个盘夫索夫和避雨赞，所以说也许我们可以拿这两个戏去参赛，但是到最后我们就没有别的戏可以选择了，就是这个原因。那婷婷，像这件事情，你觉得会你们两个小姊妹之间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小障碍吗？没有啊，因为从各方面考虑啦，我觉得考虑下来，我们俩之间沟通好以后就考虑下来，还是就是从剧目出发，就觉得什么样的剧目适合参赛，就怎么样的组合，所以就到最后我们就决定，他选择了董建宏，我选择了吴素菲。这之间也有过比较周全的考虑，因为有很多赛制需要选很多的这个剧目。对，然后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排练的过程中，有很多大家互相帮助的过程。比如说，我在第二流派的剧目上，我跟素菲选的是陆派和副派的送别一段。那峰峰跟那个建宏之前就已经比过这一段了。那我们是作为第二流派来比赛的。那当时我们谱子啊各方面就是戏啊都不熟，那跟峰峰跟建宏都还来一起教我们，包括曹老师还1对1的帮助那个素菲教唱腔、扣字，因为陆派跟影派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什么不开心啊，我觉得。而且今天啊，我听他们俩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哎，他们当初这个决定其实是特别明智的。最后他们两个的比赛成绩也是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两个人都获得了那么好的成绩。刚才你们俩也说了哈，就是京派和陆派合作当中，你们排的最多的一个戏《盘夫索夫》。对，这个戏挺有意思的，对你们俩来说特别有意义。当年第一次参加比赛得奖，好像也是《盘夫索夫》是吗？对，是盘夫，是盘夫索夫大戏的盘夫一折。对，一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们俩合作的这一出《盘夫》。你好比
上条心，我到黄田吃拔草，谁知沙土白黄金兰真待我是真情意，我岂能负他一片心？我知道两位年轻人都特别珍惜每一次的上台机会，在粤女争锋当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吗？我们准备把陆老师跟金老师他们合作的戏，比如说《宝莲灯》《彩楼记》这样的戏，我们还没有继承的戏能把它复排出来。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一辈的青年演员来说，有一个苦处就是我们的演出机会太少了，对，时间机会太少了，对，所以说我们也是相当就是珍惜每一次的那个演出，不管是任何演出，不管是什么戏，演什么角色，站在台上锻炼就好。对对，包括像次我们的反串演出啊，对，金龙也挺那个演出，挺锻炼人的。当时领导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其实也挺兴奋的，但是我也犹豫过，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挑战。因为以前也演过林黛玉，我觉得这样的跨度对我来说也还行，能接受。但是像这么一个彩蛋，那个粤剧观众看过这个老戏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咋呼啊，对，然后呢就特别能放得开的那种表演，就跟你真的是大相径庭。对，就是这个差异太大了。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我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因为我觉得演员在台上就是演人物，而且我觉得也是拓宽自己另外一个戏路，有一种新的体验。当时排练厅排的时候，大家都笑，下面的观众说：“哎呀，张艺丰的每块肌肉都在动。”对。演出来之后，你自己看回放吗？我看过，我觉得演的时候很过瘾。看的时候呢？看的时候我觉得很雷人，我就不知道原来这个是我。对。在摇动的影子头，我拿你不上为苦啊！呀，不知不懂，也只是懂。哎呀，天啊地呀，那个黑掉那个张千波啦！小老子，弄快结果，我可怎么不是上跨了啥个，是张千波战杀的啦！我也没告诉张叔战杀的咯，外头叽叽喳喳啥人啊？怎个我身张千波，弄不该战杀我这金丝阿嬷，我这金丝嬷，你爷爷为变三声嬷，今早起来把嬷嬷爷你王嬷嬷，一家都问为王蛤蟆，有理为的干净有么家包为的土
中元宝，会在朝风起鼓报我东边万古3000阿雕，弄清楚不对我东边3000雕，我权力高富力高，人官衙门上伯伯，人官太太我相好，你都亲亲我一我的侬落对虎前朗朗叫，一根连腰筋上头，头到公当是屁股靠，一家跳龙树干咯，数得那对上擦清楚，数得那屁股啊烂骨掉，头劳动那个3000多，遇得动啊点弄啊5人多，我杀头是这头人嘛，阿里为边境是嘛，我是手里做肚皮阿包，成功多年的苦冬啦，就是我里苦冬加上刚做完哦，连我阿暖拼拼凑凑都卖掉，铜钿啊分成3000吊，东京招北不是东店3000吊，我东弄到富的衙门去开呀晓得了，我是养了个这嬷嬷了，把个张苦东啥个一刀干死在了。哎呦，那了外头难看吗？到里头去讲，到里头去讲。哎呀，张师傅啊，侬啊真是手里不上眼睛。西瓜掉家个人，侬弄得一个啊！是个呀，我啦是真心诚意个，只要侬个阿囡配帮我做第3房媳妇，西瓜掉个铜钿我来担的。我阿囡的事体要问我阿囡自家的呀！那，侬这老糊涂啊，真是胆死火痛，七窍不通了。那想是你的王家个人家呢，乃是今世的龙走啊，做不到的呀！哦。我不对了，可什么办法呢？吃官司，吃！三师傅啊，侬让俺爹到哪里去啊？吃官司去！俺爹干啥法？问俺爹自家。阿爹，做啥？阿囡，我那只毛毛真是。不晓得嘞，要我为3000条铜钿，我背不出，让我吃官司去了。哟，这西瓜掉得厉害个，那么12点往来做啥呢？有了，3000条铜钿有意来办，就是要侬不伊拉做第3房媳妇。西瓜掉上门做岗，12点往来做。破衣摆不好，弄快我来教训个杂西瓜雕。刚才我们欣赏了几出雨峰非常有代表性的片段哈，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其中的一些幕后小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把话题回到这次张雨峰他的个人演出专场，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4位嘉宾，资深演出经纪人许佩玲老师。许佩玲，上海资深演出经纪人，曾参与策划了《东方戏剧之星》《粤女争锋》等系列演出，并多次参与运作上海大剧院世博表演等重大演出项目。您好，许老师。你好，各位众同志们，大家好。许老师，您看您参与了那么多国内国外的大型演出，这一次您参与运作张雨峰的个人演出专场，这其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次的综艺部大概一道搞搿样子一个东方戏剧之星的一个活动，通过传媒来想办法扩大对一些演员的影响。搿实际上是辣辣现在搿情况中，我透过帮张雨峰做展览好，其他一些东方戏剧之星说，实际上我感受到一个就是演员现在的艰难，尤其是戏曲演员，过去演员演戏搿个勿一样，
伊自家可以有的有老大的市场环境，一部戏，伊可以以几年甚至连续可以以几个号头，一些老演员演出就可以去琢磨一个戏好坏，今朝呢，明朝可以改过来。像现在的一些演员就老难做到搿点，所以伊拉一直甚至于有辰光，一只戏排了辛苦了半年，前以上。他们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剧院领导也好，包括整个环境也好，伊拉阿拉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伊拉创造条件。但是有交关事体高头，伊不可能做到。伊搿次粤语争锋辰光，张玉峰穿了是原来技校音乐当中有个老的服装，好多年了。袖子哥不是很合适，真的不对啊。像搿次，据说讲院里向特为为侬做了新的衣裳了，对吧？但是搿只戏搿辰光演个辰光，我当时因为伊拉辣走台，阿拉辣现场嘛，就看到搿种情况辰光，我就觉得小家伙侬搿样子，衣裳越脱点，袖子老缩脱点，那样子，我就有辰光来研究，伊拉脑子在想啥？对吧？辣要求名跟利的辰光，跟伊自家实际最终的利益高头。你看这些小意识，不说都不知道，说了之后就觉得特别让人思考。你刚才徐老师说的那个穿着老师的衣服得奖的那个戏是《啼笑姻缘》，对不对？对，也是这次个人专场演出中的片段。这样子，我们来欣赏一下当初雨峰穿着他前辈老师，应该是钱慧丽老师他的旧服装演出的这段《啼笑姻缘》。凤喜，你妈叫我一清早到这里来等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妈妈让我陪你说。说什么？是啊，是你想不要来，可我要去唱大歌，不能陪你，所以叫我一大清早到这里来，可以和你都是一位娃。那我们讲些什么呢？范大爷，你家中外语是母人啊！你是这句话，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家中外语老母亲，死了母亲外语谁？死了母亲，家中无语一三生啊！上帝进门的家中人，家中万米八斤地。哎呀呀，才问你听清，我听清，分明你顶上文字的。你不要紧哦。既然不要紧，我也来动人。问你家中有没有上一进门的家中人？你上去吃哪里？你往里问我，你真是好，过不了，过不了。凤喜，到底有什么事啊？谢侬湾的空气真好啊！怎么又说起空气来了？凤喜，你有什么事尽管告诉我，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去办。范大爷，是王姑娘不好意思对你说，要我来说。凤喜，这里没有外人，你尽管说吧。范大爷，东门说是黑环城东秀艳，看南方都只为美女生呀配锦绣。
风情万种，风采飞扬。东方戏剧之星，粤剧陆派小生张雨峰演出专场。5月24日，秦探。5月25日，珍珠塔。5月26日，粤剧折子戏专场，上演于天蟾逸夫舞台。订票电话：6322529453530054。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片段是雨峰穿着慧丽老师的旧衣服在演出，在这我特别想问问你啊，雨峰，你看像影视界的一些演员，像何赛飞啊、蒋勤勤，包括秦海璐，他们之前其实都是戏曲演员出身，而你穿着老师的旧衣服在上台演出的时候，包括你之后脱下这个戏服，自己回到生活当中思考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动摇？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像我这一辈的演员都会有这样的动摇，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现在当下的社会的确有很多诱惑，就比如说我当初在前几年的时候，关锦鹏导演导的那个《画魂》电视剧，就李嘉欣演的那个，剧组找到我，然后觉得我的形象特别符合这个导演。就是心目中的那个叫玉环，这么一个人物的那个形象，听说还给我加了很多戏，当时我也很激动，对啊，对我觉得去触一触电，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怎么样，至少我可以去感受那一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也是非常激动，但是当时正好有外面好像是要去演碧玉簪吧，也是刚刚排好的，对，然后呢我就。这个机会就流失掉了，就没有去。像这样的机会之后也有2-3次发生。对。其实这对很多女孩子来说都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你为什么就放弃了呢？虽然说现在的社会就是各个娱乐方式对我们这个整个戏剧，冲击力非常大。作为一名戏剧演员，我觉得一个幸运的就是我们又能做一个现代人，但是在舞台上扮演了很多很多古代的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其他普通人不能体会到的另外一种快乐和一种体验，就等于把我自己的生命的就是延长拓宽了一样。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另外一种舞台上的一种生命感觉，我觉得自己也非常享受。我们经常说，如果你选择了做一名戏曲人的话，你就要做好要远离尘嚣、甘于清贫的心理准备。现在的市场环境、电视啊，或者各方面高头，综合艺术的发展以后啊，戏曲伊能够甘于寂寞，坚守辣搿阵地当中。伊个艰难程度是一般性人实际上老难承受的。对，像是有年政府的辰光，阿拉看到像来批青年演员，伊拉有的唱歌跳舞，而且演小品。我觉得从搿些才艺当中，伊拉勿是丝毫不逊色。其他人，所以辣这种环境当中。一个戏曲演员能够坚持走下来，像张玉峰那样子能够走到今朝搿地步，作为阿拉搞演出的同志，实际上是老理解搿批演员心态。其实他们坚持的同时，也非常非常需要我们观众给他们鼓掌的。对。怎么再去扩大戏曲演员的市场份额，其实也是一个挺难的课题哈。因为我觉得阿拉从事搞演出的人，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实际上搿是阿拉整个社会、整个关系的环境，我觉得都希望来注意搿一方面的。青年演员培养，不是讲我拨伊唱几只戏，或者讲我能够，实际上伊搿个还牵涉到一个整个市场环境，就是讲要让伊能够辣搿个环境当中辰光有伊个份额，有伊个市场的容量，那么搿样子，我觉得青年演员才能够比较多。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记住了张雨峰这位才华横溢却默默坚守在粤剧舞台上的后起之秀。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张雨峰带给我们的陆派代表作品《秦探送别》。在这里呢，也要谢谢像许佩林老师和曹英娣老师这些为戏曲艺术默默耕耘的老师们，谢谢你，也祝雨峰演出成功，谢谢。我
情。